港股、美股仲能升幾耐？牛市有咩見頂信號？咁我哋先睇下香港恒生指數喺月線嘅走勢圖。咁從2024年嘅1月到依家2025年，咁整個港股差唔多已經升咗2年嘅時間。咁依家咧到咗2025年嘅10月啦。咁我哋要思考嘅問題就係港股仲能升幾耐？咁10月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變盤時間點。咁呢個變盤點又如何解讀？咁陳 Sir 咧喺2024年嘅時候咁其實咧我就多次強調，我哋嘅香港嘅股市咧有機會迎嚟大牛市咁可以睇翻我哋 YouTube 呢條片。咁陳 Sir 其實喺2024年嘅1月份亦即係喺呢個底部呢個位置，我就強調機會嚟啦。咁到依家咧已經升咗差唔多2年，所以我哋要思考嘅就係我哋嘅港股仲能夠升幾耐咁就我哋嘅美股嘅納指，美股納指更加強勢從23年嘅1月份呢個底部到依家25年嘅10月，咁升足34個月亦即係差唔多升咗3年嘅時間啦。咁美股呢個牛市仲能夠持續幾耐呢？咁何時能夠會見頂？呢啲都係我哋要思考嘅問題。咁大家睇片咧，可以先去訂閱我哋 YouTube 呢個 channel 按呢個鈴鐘全部。咁每周嘅周5晚咧就有節目嘅更新。咁我哋先睇香港我哋嘅港股一個走勢。咁我哋先去了解嘅就係牛市見頂嘅特徵。我哋通過技術分析量價時空，咁我哋去做一個判斷我哋先睇呢個量和價，亦即係通過價格和呢個成交量咧，然後判斷一個股市佢嘅見頂一個位置喺邊個位置咁呢個係香港恒生指數嘅月線圖，呢個位置係2015年我哋嘅港股呢個大時代呢個位置嘅頂部。咁呢個係2018年年初呢個大牛市嘅頂部，仲包括呢個位置係咪？呢啲位置，咁呢個啲頂部走出嚟啦。咁依家我哋都知道啦，係咪？走出嚟我哋都知道啦。咁喺佢未有走出嚟之前，我點知道呢啲位置就係頂咧？咁我哋要判斷啦所以今日我教大家一個叫做成交量圖頂法咁我哋把佢呢個見頂呢個位置和呢個成交量你把佢畫出嚟，你做一個對比就睇得非常清楚。咁首先我先睇呢個大時代呢個位置，大時代呢支最高呢支陽燭，其實就係呢個成交量嘅最大嘅量，睇冇？呢個位置明顯放咗比前面 up 差唔多1倍嘅量啦，倍量放大1倍以上。亦就係話呢個位置，亦即係我哋投資者最瘋狂嘅時候最瘋狂嘅時候。咁最瘋狂，然之後呢個牛市就結束啦，然之後迎嚟咗一個熊市呢度從15年跌到16年，跌咗1年嘅熊市。咁仲包括喺2018年呢個位置圖樣，係咪？咁到呢個位置成交率又明顯咩明顯放大比前面差唔多又係有1倍啦。咁股價咧亦創咗呢個15年嘅大時代嘅高位一支大陽燭，所以呢個位置係咩最瘋狂嘅時候，成交量明顯放大，就說明呢個位置交易量急劇增加所以呢個位置係最瘋狂嘅時候。最瘋狂嘅時候就見頂嘅時候同樣包括呢個次級嘅一個反彈，成交量亦係創咗前面呢兩個頂嘅最大嘅量把15年和18年嘅最高位都突破啦。所以呢個位置係咩又係最瘋狂嘅時候但係其實股價嘅價格咧仲係未有突破嘅咁但係反而呢個位置好多呢個急劇放大嘅成交，咁佢對應呢個位置就係呢個頂啦。咁股價咧
隨後急劇回落，直接跌到2022年，係咪？咁然之後咧，喺我哋到依家，你發現有一個明顯嘅大嘅量已經突破咗全面3個頂啦，而且係我哋啱過去嘅9月份9月份呢支陽燭明顯急劇放大，所以我哋依家呢個位置會唔會見頂咧？咁佢會唔會好似之前咁樣，係咪？就牛市結束，迎來一波熊市啊！咁你要去判斷啦，所以呢個咧，我哋仲要繼續咩啊？繼續去深入去探討。咁首先唔係見咗呢個大嘅量，一定會就會見頂嘅，然後呢個位置，呢個位置咁其實當時亦係咩啊？亦係啱突破全面，係咪？呢個成交量，而且佢比全面個月放大1倍嘅。咁你發現佢呢度只係調咗2個月，後面咧又升翻啦，所以放咗大嘅量之後，唔一定就係咩啊？就係牛市嘅最高位要判斷。咁我哋可以以呢支燭嘅，以呢個最大嘅成交對應嘅呢支燭嘅最高，我哋畫一個阻力位。比如我哋以呢支最大嘅成交對應嘅呢支燭，係咪？佢嘅最高位就呢個位置啦。如果後面股價不能有效突破，咁發現股價呢度收陰，係咪預咗回落？咁呢個就咩啊？見頂信號甚至把呢支陽燭嘅一半或者佢嘅低位都跌穿就結束嘅信號啦。包括18年呢個位同樣係咪？有冇突破？冇突破，一半就跌穿啦，最低咧亦跌穿啦，所以股價後面急速回落。包括呢個位同樣呢度係咪突破啊？呢度唔係，我哋講突破一定係以收市價突破，呢度只係最高價，所以呢度係一種阻力嘅表現影線比較長，說明有阻力所以呢個位置冇突破然之後佢嘅一半係咪？佢嘅最低都跌穿啦，所以行情急劇回落。咁依家股價未有突破，但係亦未有跌穿所以我哋可以以呢支大陽燭嘅一半可能一半係咪？作為你去減持嘅一個重要呢個位置，仲有佢嘅最低一半都跌穿，一定要減咩啊？你個倉位整體倉位一定要減持減一半以上。如果佢嘅最低都跌穿啦，就要考慮咩啊？平倉啦所以我哋就可以以佢呢支最大嘅量對呢支燭作為我哋判斷後市走勢嘅關鍵嘅位置。呢個咧就係我哋教嘅俾大家嘅叫做成交量圖頂法特別係判斷一個股市最瘋狂嘅時候，通過成交量係有睇得非常之明顯嘅呢啲成交量就係啲投資者係咪最瘋狂嘅時候所以巴菲特講過，喺他人貪婪嘅時候，你要識得咩啊？要識得驚所以千祈唔好人哋貪你又貪，係咪？呢啲位置就係你要考慮咩啊？去頭頂嘅時候呢啲位置，所以他人貪婪我恐懼，他人恐懼我貪婪呢個就係同呢個成交量頭頂法。但係咧呢個咧只係其中嘅一種判斷方法我哋要結合不同嘅方法咧去共同咩去驗證因為一個方法咧佢嘅成功率係咪係有限嘅，冇任何方法係100%嘅。所以我哋可以結合我哋嘅特色嘅功能俾我哋嘅頂底先知去判斷比如通過呢個恒指嘅預算，我哋睇得非常清楚咩時候容易見頂，咩時候容易見底咁我哋通過我哋嘅系統咧睇得更加清楚啦。如果佢見頂嘅時候，邊睇大時係咪？大時呢個位置出現咗咩啊？呢個減速呢支陰燭出咗減速信號，然之後咧呢度出咗咩啊？頂底預警出咗一個白色嘅泡沫區。如果呢條趨勢線穿出嚟就泡沫破滅啦，又風險確認。下面嘅資金紅色變綠色，代表資金開始流出所以3個指標只要有2個指標都出現風險信號，一定要作減倉或者沽貨啦。咁後面咧股價果然迎來咗一波回調，係咪？咁喺佢往下跌嘅過程中，我發現呢個位置資金出咗大單嘅流入，亦即係話有資金開始抄底啦。呢度出咗咩啊？反彈嘅信號呢度反彈信號。
咁趨勢鏈又轉折向上，3個指標同時發買點，所以買好之後股價從16年一直到18年啊，呢度迎嚟咗2年嘅牛市啊。咁到咗高位之後，呢度出咗個鑽石頂啊，9轉13，9轉13不能有效突破，並且高位係咪？呢度白色嘅泡沫區，泡沫呢個趨勢線轉折向下，出咗頭頂信號啊，然之後資金明顯咩啊流出，所以3個指標同時發呢個頭頂，你沽咗之後，股價後面迎嚟咗一波下跌。咁到咗呢個位置又出咗咩啊？大單資金流入，咁呢度咧有個呢個超跌反彈啊，呢度升咗差唔多有4-5個月啦。咁到咗高位之後，呢個股價啊跌穿呢個趨勢線啊，由粉色變黃色，咁趨勢線咧由升轉跌啊，資金開始流出，所以喺呢個位置咩啊？再去沽貨啊，依此類推，咁我哋就發現股價嘅每一次嘅升跌，你都能夠提前咩啊去發現啊。俾老師呢個位置有大單啊，又有見底啊，係咪啊？但係咧你發現我哋呢個只係個反彈，因為呢個趨勢線佢目前咩啊係在黃色，代表中期下跌趨勢，所以呢個只係個反彈，可做可不做啊。如果你做，你喺低位買咗之後，喺高位碰到黃色，你就把佢沽咗佢啦啊。咁再比如呢個又出咗個大單，咁呢個大單咧係一個咩啊試倉啊，並冇突破嘅呢個高位，並且咧又啱打到呢個黃燭收陰，所以呢個就無效啦啊。咁呢個咧就咩啊？呢度出咗一個9轉信號啊，所以我點解會喺24年嘅1月份就話俾大家知牛市嚟咧？因為佢回調到呢個位出咗個雙底，呢度9轉18係咪？9轉18做咗個底，然之後再回踩到呢條呢個14507啊，呢個B 點嘅2次回測目標又出咗9轉信號，所以做咗個雙底啊。咁喺呢個位置出咗雙底之後，出咗個底部嚟臨啊，出咗資金大單買入，所以3個指標同時獲啊，呢個就咩啊？機會嚟啦，所以從呢個位置出嚟反彈之後，後面一直粉色一路持有到依家啊，所以2年嘅牛市我哋基本全部捉住啦。咁目前咧，我哋發現如果通過我哋嘅頂底9轉，佢出咗喺我哋嘅10月份啊，依家10月份出咗個9轉信號啊，所以從預測嚟講，到咗一個重要嘅變盤時間點啦。但係咧，佢只係變盤啊，未代表真正結束。如果後面呢個趨勢線啊轉折向下，嗱憑住資金流出，係咪？呢度咧跌破9轉嘅低位啊，跌破9轉低位，後面呢條線由粉色變黃色，就代表行情結束啦。咁目前咧只係處於變盤嘅時間啊。如果10月份嘅高位能夠，譬如11月係咪能夠突破，就繼續升。而家後面跌破10月嘅低位啊，咁就可能咩啊會調整啊，即係可能比如係咪調一兩個月啊，但係咧只要佢冇資金流出冇流出，咁就冇問題嘅。如果資金流出嘅話咧，就代表行情結束。如果佢冇流出，就正常嘅回調。譬如睇呢個位置係咪？呢度調咗4個月啊，但係你發現下邊嘅資金全部咩啊紅色啊，月線級別資金就紅色，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回調啊。包括呢個位置同樣，股價回調2個月，但下邊嘅資金仲係紅色，所以呢個又係咩啊？又係一個回調。咁回調到呢條粉色線嘅低位收陽咧，又係一個買機會啊。回調到粉色線收陽，又係一個買嘅機會啊。所以10月之後啊嘅行情就睇佢係回調咧，定係行情結束，或者係淨係會突破呢個10月嘅高位繼續升，就睇10月嘅呢個走勢會被突破定係跌穿啊。所以10月係一個變盤月啊。咁呢個係我哋整個恆指嘅預算啊，去判斷咩時候會容易有牛市啊，咩時候會有熊市嘅。通過我哋3個特色嘅功能咧，你就發現啊，牛熊市嘅判斷係非常簡單嘅啊。咁我哋再睇下周線，咁周線咧只係睇佢中期嘅機會啊，亦即係話周線係睇機會呢個中期嘅機會或者風險嘅，亦睇波段嘅。咁基本上有一樣分析思路啊，出現買點嘅時候，你就可以咩啊去買啦啊。出現沽貨嘅時候咧，你就咩啊可以去沽。所以呢個
周線就比較適合你做呢個波段嘅啊，你基本上能夠把握到佢每一個升跌嘅波段啊，每一個升跌嘅波段都可以把握到。咁依家周線咧已經到咗6，如果理論上講，如果佢到9嘅話，仲有咩啊？仲有4週啊，亦即係話，如果佢到9轉嘅話，就有咩啊？仲有4週。但係咧呢個6唔一定會走完嘅，仲有3週啊，因為依家係6啦，仲有3週就會到9啊。咁咩時候佢會真正結束？就睇佢呢條趨勢線啊，呢個白色嘅泡沫區咩時候破滅，然之後趨勢線穿出嚟，然之後咧呢個資金由紅色變綠色，咁佢就會進行呢個中期嘅回調。中期調整咧一般係3週以上啊，3週以上。目前咧佢仲係升緊嘅，啊仲未有出現明確嘅一個回調嘅呢個信號，所以我哋跟蹤呢個走勢嘅時候咧，先睇周線啊。睇周線會唔會有呢個中期嘅調整？如果有中期調整咧，你就要做呢個減倉啊。其次咧，再睇月線會唔會牛市結束，就睇月線啊。呢個係通過我哋嘅特色嘅功能去判斷呢個市場嘅機會或者風險嘅。咁睇到呢度，大家覺得有幫助咧，先俾個 like 啊，有書俾朋友咧一齊學習。咁港股係咁分析，咁其實咧美股咧都係一樣嘅啊。咁我哋先睇呢個美股，美股用時間嘅角度去分析啊，譬如呢個係納指嘅月線圖。咁我哋通過時間嘅變盤點，我哋都知道啊，時間變盤，譬如呢個5啦、8啦、13、21、34、55、89，呢啲都係我哋講經常講嘅變盤點，係咪？俾你睇到，當市場從呢個高位回調5個月之後，係咪見底啊？5係變盤點，係咪？然之後反彈到8，係咪有一個呢個反彈再回調啊？然之後再到咩啊？再到呢個13之後，係咪又開始有一個上升啊？呢啲都係變盤點，所以每一個重要嘅變盤時間，佢都發生咗變化。呢個係21由咩啊？由跌轉升，係咪？咁升到34呢度咧比較強勢啊，仲升多咗呢個3到4週，然之後再咩啊？再開始回落嘅。然之後到咗呢個55就啱好就係呢個下跌趨勢嘅結束點，呢個突破之後加速上升，一直到依家。下一個變盤點就係89啦。咁從55到我哋10月份依家就係啱走咗32週32個月。咁到89咧，仲有咩啊？仲有2個月啊，亦即係話理論上講，我哋美股嘅月線圖應該喺年底12月份係一個重要嘅變盤時間啊，因為美股比較強勢啊，所以佢最近一直係升嘅。咁關鍵就睇12月份一個走向啦啊。咁呢個從時間嘅角度去分析，如果再通過我哋嘅指標分析，咁同樣我哋把呢個每一個轉折嘅位置打出嚟，我哋發現呢個位置股價到咗9轉18之後，呢個泡沫區白色泡沫區開始咩啊？似呢個跌破滅啦，趨勢線穿出嚟，係咪？資金開始由紅色變綠色，呢度咧由粉色變成黃色，呢個下降趨勢所以呢度跌咗差唔多1年幾嘅時間啊。然之後呢度再出現一個反彈信號呢度咧趨勢線轉向上，出現咗大單嘅買入，所以咧股價咩啊？轉勢再開始一個上升。咁到咗9轉嘅13之後有一個回調，調咗3個月，係咪？然之後再到呢個位置資金再流入，係咪咧股價又咩啊？又要升啦。咁依家咧預算走到5啦，亦即係話仲有4個月就到9轉所以如果從啱先呢個時間周期睇，係今年嘅12月份係一個重要變盤點。如果從9轉角度咧，應該係明年嘅2月份。所以美股如果正常咧，應該係12月份有可能12月呢個高位突破就會延長到明年嘅2月。如果12月嘅高位突破唔到，咁就會喺12月做咩啊？就可能會見頂回落所以年底嘅12月和明年嘅2月份兩個重要嘅變盤時間，大家可以記低啦。咁關鍵確認就睇呢個趨勢線咩時候穿出嚟，係資金咩時候落呢個邏輯就係呢個
美股嘅牛市嘅結束一個信號，咁大家咧自己去記低。如果再通過波段去操作，就睇佢周線啊。周線咧基本上就把每一個波段我哋都能夠去把握到啦。當我哋發現啊資金流入，你就咩啊？會買入係咪？到咗頂啦，你就把佢沽出啊。依次類推，你可以把握到每一個波段嘅高低位啊，係每一個波段啊，所以你唔使驚啊走寶係咪？只要嚴格跟足去做，你就能夠把握到每一個上升嘅波段啊，唔一定買喺最低，沽喺最高，但咧食如配如頭如尾，如中段係食到嘅啊。咁目前咧，我哋睇到佢依家仲係呢個粉色嘅持股線啊，未有跌破變成呢個黃色，如果變黃色一定要沽啦，係咪？未有變黃色。目前咧呢個趨勢線未有穿出嚟啊，資金咧亦未有變呢個綠色，但係佢已經越嚟越縮短啦。所以如果變成綠色，你就要穿出嚟，係咪？變成黃色，你就要咩啊？考慮中期先去減持啊。咁預算牛線咧就睇佢預算啊，所以呢個就係美股嘅啊。咁講完呢個港股同美股嘅指數，我哋再睇啲熱門股啊，我哋會跟蹤我哋之前跟蹤嘅股票啊，中芯啦、騰訊、阿里、英偉達、特斯拉呢個蘋果啊，呢一紮股票我哋已經跟蹤咗差唔多幾個月啦。咁我哋先睇呢個中芯啊，中芯國際喺近期嘅表現非常強勢啊。咁如果你係跟蹤我哋嘅頻道嘅話咧，咁基本上你可以買喺咩啊？呢個底部啊。咁從呢個股票，我當時喺呢個位置啊就提示過一次啦啊。當時喺呢個位置我提示過一次，因為中芯國際咧係半導體芯片裡面嘅龍頭啊。我哋知道依家 AI 係咪好瘋狂啊？所以一定要做咩啊？做熱點啊，做龍頭。咁當時喺呢個位置我哋提示升咗波之後，咁喺呢個位置咧減速係咪見頂啊？資金流出，所以後面回調之後喺呢個位置咧，我又提示一次啦，並且咧從我哋提示到依家一直係咩啊？持股嘅啊，都係粉色持股，但係依家已經到咗呢個白色嘅泡沫區啦。而家後面呢個趨勢穿出嚟係咪資金流出，就好似之前咁樣就咩啊？中期就要調啦啊，所以目前咧，如果你係低位買嘅，可以繼續揸。如果冇嘅咧，就冇去追啦。咁呢個股票啊，從我哋提示到依家，我唔計前面一波，就係計後面呢一波，係咪已經翻倍啦？128%，翻咗一倍啦啊！所以如果係我哋嘅粉絲嘅話，你如果能夠一直跟蹤我哋嘅影片，係咪啊？一直按足我哋嘅指標去做，你基本上可以賺一倍啊！呢個係中芯。包括呢個阿里巴巴啊，阿里巴巴亦係我哋當時喺呢個位置啊，呢個平台啱啱突破嘅位置，我就強調啦啊，但係咧資金一早入啦，喺呢個位置資金就已經入嚟啦，呢個位置出咗呢個反彈信號係咪？反彈啊，趨勢轉向上，資金流入。咁喺呢段時間我一直強調啊，周線資金係咩？都係流入嘅，你可以跟蹤。一旦突破呢個平台咧，就會加速。果然喺突破平台之後，連續急升，依家已經係周線4連陽啦啊！咁呢個股票從呢個資金流入7月份到10月份3個月嘅時間已經升咗75%又非常強勢係咪？所以如果係我哋嘅粉絲能夠持續跟蹤我哋嘅呢個影片即使你冇我哋系統，你都能夠賺錢係咪？非常簡單。就睇佢周線，強勢股就睇周線強勢股睇周線得啦。目前阿里巴巴咧到咗9轉嘅5，亦即話佢仲有4周先到咩9轉嘅避盤點。目前處於超買區，但係超買未確認。目前資金咧仲係來嘅，未有減持，所以而家低位買嘅可以繼續咩揸住去按照呢個中線級別嘅操作去呢個持股咁仲有呢個騰訊同樣騰訊呢個股票又係走呢個波段咁呢個股票咧喺呢個位置資金就已經大單買入啦。目前已經處於超買區超買未確認，等佢趨勢線穿出嚟，資金流出就確認，咁後面咧你先再沽。目前咧仲係持股嘅。仲有我哋嘅美股英偉達同樣，
英偉達呢個會唔會更加強勢係咪？啊，佢係呢個 AI 嘅龍頭啦。咁從呢個位置啊，資金大單買入之後，呢個預算圖啊，預算一直升到依家。咁中間咧呢度有一個次級嘅調整啊，調咗波之後，後面咧資金再次流入，咁最近咧又升咗波啊。咁依家佢預算到咗6，亦即係話預算級別仲有3個月就到9轉變盤啊。所以依家資金仲未流出啊，中線咧已經係低位買嘅，可以繼續揸住。咁再睇我哋嘅特斯拉啊，特斯拉又係啊，我哋當時喺佢低位嘅時候就多次提示有資金咩啊大單呢個買入啊。咁前面呢個係莊家喺度吸籌，呢個位置係一個試倉，呢個位置先係咩啊真正嘅拉升，所以突破平台啊，突破呢個莊家試倉嘅位置就咩啊拉升，呢個突破之後股價連續急升。咁喺上週嚟講啦，今週係特斯拉嘅9轉變盤，所以今週出咗9轉啦啊。咁中線就睇呢個9轉嘅高位可唔可以繼續突破啦，或者嘅低位會唔會跌穿？突破就繼續升，跌穿咧就調啊。但係調整只要佢呢個資金冇流出，比如呢前面呢啲位置係咪啊呢度調整啊，但係資金冇流出，呢啲都係正常嘅回調啊，可能調到1到2週啊，調1到2週，只要佢資金冇流出就冇問題。如果資金流出啦，係咪就見頂嘅信號啊？所以佢調整唔一定要代表行情結束啊，因為佢資金依家在呢個紅燭心比較長嘅，所以可能佢只係調1-2週啊，調完之後有機會你再咩啊再買翻，但係依家咧你就要注意風險啊。咁仲有我哋嘅蘋果啊，同樣蘋果呢個票我哋又係喺佢周線資金流入嘅時候我就提示啦，係咪？你出去反彈，咁後面喺度震咗呢個4週啊，我哋講啦突破就咩啊，就會加速。咁喺呢個突破之後，我哋提示啦，後面連續加速，依家連升呢個9週啦，連升9週，依家又到咗9轉嘅變盤啊，所以睇下後面佢今呢個9轉呢個低位會唔會跌穿啊？呢個高位會唔會突破啊？咁只要佢資金冇流出，譬如呢啲位置係咪啊？調1-2週，但係資金冇流出咧，就正常調整啊，佢會繼續升嘅啊，所以調下嚟之後，有機會睇日線再揾位入啊。所以整個做投資，我哋無論做港股定美股啊，只要你有我哋嘅系統跟蹤咧，其實非常簡單嘅啊。所以如果你係我哋粉診成嘅粉絲係咪？你應該知道呢啲股票啊，我哋已經跟蹤咗差唔多有幾個月啦啊。所以呢啲唔係話走過之後我哋先跟你講啊，係一直都係咁走嘅。所以如果你仲未有我哋嘅系統嘅，未係我哋會員嘅，咁最好做咩啊？加入會員啊，安裝套呢個系統嘅使用。咁呢個頂底先知咧，主要係尋找呢個股票嘅買賣點嘅，呢個底部同呢個頂部嘅啊。9轉頂底係判斷咩時候會轉勢，順勢交易咧睇佢咩時候呢個趨勢啊發生變化，頂底預警咧睇佢頂底嘅特徵啊，咩時候見底，咩時候見頂。資金流向咧就係確認呢個股票啊會真升定假升啊。如果你想去了解我哋系統嘅話咧，可以喺評論區留言呢個388啊888聯繫助手去諮詢啊，或者呢個安裝都可以啊。咁我哋呢個係收費㗎，所以具體咧聯繫助手去諮詢。好啦，呢期咧就係我哋今期節目所講嘅所有內容啊，未有訂閱、未有點讚、未有分享咧，去訂閱、點讚、分享。我哋下回再會，多謝收睇。